对不对？用家里的电话打那个0537055556就可以抽那个哥哥的奖。等一下有珍珠这组。哎呦。我心内思无的人，你怎样离开阮的身边？叫我为着你，你心稀微，深情思。心爱的，紧回来，紧回来阮身边。有看见思无的人，踮在阮梦中，难分难离。因我对着你，情到心绵绵，茫茫过日子。心爱的，紧回来，紧回来阮身边。好亲像思无的人，优美的歌声缭乱阮耳。当我想着你，温柔好情意，声声。